Hello，大家，我係 Victor。嗱，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咧？有時半夜起咗身咧，瞓唔着啊，所謂有少少失眠啦，或者睡眠咧就唔係咁理想噶。咁最近咧，我都有咁嘅情況，有時起咗身咧3、4點之後咧，碌來碌去都瞓唔着。咁我覺得都係時候咧，試下揾啲中醫啦去調理下身體噶啦。嗱，咁今次咧我就 book 咗一間醫院咧，就喺福田嘅，叫深圳中醫院。嗱，咁啊今次勁啦，我就 book 咗個博士。嗱，雖然係博士啫，你就唔好以為啲費用好貴。咁今次嘅影片咧，我就會話俾大家聽，我由微信開始做 booking 啦，去到我攞藥，整個流程同埋 total 我用咗幾多錢。嗱，另外嚟講咧，去到最尾，我哋有個群組咧係關於體檢，你哋可以加入，亦都可以問問題嘅。到時亦都有優惠俾大家。咁咧就希望咧呢條影片幫到大家，多謝晒。睇片前記得訂閱我個 channel， 我個 channel 叫咩啊 ？Victor 多樂士。據統計咧，原來香港有48%嘅人咧有失眠嘅症狀啦，例如難入睡啦、易醒、早醒、醒咗之後會有攰嘅情況。有30%咧係受到中度或者以上嘅失眠困擾，10到15%嘅失眠咧已明顯影響到佢個生活。失眠嘅成因都有多種，喺香港比較普遍係工作壓力啦，因為香港嘅工作時間咧都係比較長嘅。另外就係居住嘅環境啦。空間狹小，加上咧夜晚咧可能有噪音嘅影響，嚴峻影響到入睡。另外個人飲食嘅習慣啦，例如成日飲奶茶啦、咖啡啦，或者夜晚食宵夜啦，呢啲都會影響咗睡眠嘅質素。另外如果女性嚟講，經期啦、懷孕期啦或者更年期咧，都會影響咗激素嘅變化，容易令到睡眠嘅質量下降，亦都同年紀大有關係。老人家褪黑色素分泌減少啦，睡眠周期變短，容易醒，都會影響咗佢睡眠嘅質素。首先我想講下點解我會揀深圳市中醫院。其實如果大家之前有睇我一條影片講關於上深圳睇中醫嘅話呢，其實我係介紹咗4間嘅醫院，其中一間就係深圳市中醫院，佢喺網上嘅評分呢都係比較好嘅，所以我今次呢就揀翻呢間醫院呢就去睇醫生。好啦，而家我就想講講點樣喺網上登記。首先你就打開咗微信啦，咁然後咧就喺搜尋嗰度咧就打深圳市中醫院。由於我係第一次睇呢間醫院啦，所以我就會喺個人中心嗰度咧就填翻啲個人資料。撳入去之後，你會見到添加就診人，咁你可以撳立即添加。由於係第一次登記，所以你要揀冇登記號。然後下邊咧就證件揀翻回鄉證啦，然後填翻你回鄉證嘅 number 啦，同埋手機咧就一定要係國內嘅手機。咁如果你冇國內嘅手機咧，就冇辦法登記。所以如果你成日上大陸或者去睇醫生咧，我都建議咧你喺羅湖商業城出嚟咧，就有啲鋪頭仔係10零20蚊個月咧，就攞翻個大陸嘅電話。咁其實咧就方便你咧喺大陸裏邊咧就生活。另外填翻出生日期啦、性別啦，同埋地址。嗱，地址嚟講咧，我相信好多人咧都未必有國內嘅地址嘅。咁嚟講，你可以咧填喺親戚嘅地址啦，因為其實咧呢部分咧佢係唔會 check 你嘅。好啦，完成咗之後咧，就可以出翻去之前嗰個版面啦，就撳預約掛號。入到去之後咧，你會見到有3間分院俾你揀，咁我就揀翻咧福田區嗰間總院。入到去之後喺左邊咧，佢就分晒科目，咁我都唔知揀咩科，咁我咧就嘗試下撳男科啦。不過入到去見到裏邊啲細分咧，好似又唔係我想睇病嗰種，咁我就嘗試再睇下有冇其他科可以揀。跟住俾我發現到有一個叫治未病中心，裏邊有一個叫做睡眠障礙門診，咁就揀咗呢一個科嚟睇啦。好啦，入到去裏邊咧，通常都有幾個醫生俾你揀，一般咧我都會揀主任醫師，因為主任醫師咧多數都係比較經驗好啦，同埋係嗰一科嘅主管。咁入到去裏邊咧，你會睇到佢有冇邊啲時間可以有號啦。嗱，如果有號，你就可以撳入去掛號。嗱，一般咧我經驗就係，如果嗰個醫生有好多號俾你掛嘅咧，我一般都唔揀。一般咧我都會揀嗰啲咧比較少號嘅。原因就係你諗下啦，咁如果佢有咁多號，即係好多人都唔揀佢，即係證明佢嘅醫術可能有限。但係相反，如果佢得好少號嘅，估計佢嗰個醫術都比較好啦。同埋你都可以詳細睇翻呢個醫師嘅學歷啦，例如呢個係博士嚟嘅，係主任醫師，喺邊一度畢業，同埋睇佢臨床經驗，同埋擅長醫咩病啦。好啦，當你之後揀咗時間啦，跟住就喺網上微信俾錢，俾完錢之後就會有個信息俾你掛號成功。咁到時咧，你就可以按嗰個時間啦去睇醫生。咁我今次嘅掛號費或者叫做醫生費咧，就係50蚊人民幣。
咁今日咧我就 book 咗喺福田嘅深圳市中醫院。好啦，而家講下交通先。如果你喺福田口岸搭車，可以搭4號線，搭一個站去到福民，然後就轉7號線去到華強南落車，跟住喺 C 出口出啦，然後一路行，然後咧就上電梯，上到電梯之後轉左，行1分鐘就係深圳市中醫院，跟住見到門診部，行入去就啱啦。由於醫院範圍咧唔方便錄影，所以咧我就只係可以影相俾大家。由於咧我對呢間醫院都唔熟，所以入到去咧我都建議大家咧就先去 reception 嗰度問下點樣掛號，然後去邊一個科室嗰度睇醫生。咁個姑娘咧就教我喺嗰個機嗰度咧就去登記啦，同埋報到嘅。然後咧佢就話幫我聽，我今日睇醫生嘅地方咧就要去綜合樓嗰度。咁啊上到嚟6樓啦，發現咧佢裏邊咧嗰個裝修咧都企理，比我想象中嘅中醫館咧係比較先進啦，同埋咧光猛嘅。我咧就 book 咗10點半，不過咧就早咗半個鐘頭嚟，咁就問姑娘可唔可以睇，咁姑娘就話咧都可以幫我排，咁咧我就喺排第2個，咁咧差唔多15分鐘咧就可以睇到醫生。好啦，入到醫生房，醫生梗係問我有咩事啦，咁我咪照同佢講啦，即係瞓覺啊，唔係瞓得咁好，跟住咧就循例中醫都要同我把下脈啦。但係最得意嘅話咧，佢就有個儀器咧就可以測到我全身嘅經絡嘅，只要將雙手放落呢個儀器上邊，大概1-2分鐘咧，咁個儀器咧就會 check 到你經絡有啲咩問題啦，然後即刻就會打印個報告出嚟俾醫生睇。個報告咧都有成10頁嘅，咁醫生咧就解釋咗一部分俾我聽啦，咁詳細咧就可以翻屋企慢慢睇。另外過程裏邊咧，醫生都有同我做針灸嘅，我覺得佢落針技巧都好純熟。咁最後咧佢就開咗張藥單俾我啦，落去樓下咧嗰度俾錢，然後咧就攞藥。咁醫生都有問我自己煎藥咧，淨去同我煎埋，咁我就揀佢同我煎埋啦。咁啊只係收21蚊，另外就會送到我國內個地址。所以如果你冇一個真正國內嘅地址，唯一選擇就要攞翻啲藥翻香港去煎藥啦。咁今次睇醫生咧，一共用咗527蚊啦，加埋50蚊醫生費，大概600幾蚊港紙。跟住喺微信俾完錢之後咧，就去翻呢個叫智慧藥房服務站嗰度咧，佢就會有代煎嘅服務，咁就會寫翻你嘅地址喺邊度啦，咁佢就會配送。由於我啲藥裏邊咧有啲係口服液，所以可以即刻攞，咁咧就去西藥房嗰邊攞。咁另外咧，幫我煎藥嗰啲咧，就嗰晚咧就已經送到去我屋企。咁呢度有7日藥啦，咁14包，早晚各1包。咁你見到啦，都係會用啲密封嘅膠袋咧裝住。咁到時咧就剪開佢，擺落去微波爐啦，或者煮翻熱佢，咁飲就可以啦。咁非常方便。另外仲有口服液啦，醫生就俾咗20支我，即係話可以飲20日。我拍呢條影片嘅時候，只係飲咗2日藥，所以暫時未睇到個效果。而中醫亦都預咗唔可能一次過咧就會好翻，可能都要咧睇3-4次，然後慢慢調理。除咗睇醫生之外，不過我覺得平時咧自己都要做下運動，或者定期做下身體檢查，起碼知道自己嘅身體嘅狀況點，好過咧有事先嚟睇醫生。之前咧我都去美廉大健康咧做過體檢，我覺得佢咧無論喺硬件、軟件嘅質素咧都好好，同埋服務亦都非常之到位。所以我哋今次都特設咗一個群組俾你去問翻體檢嘅情況。可能好多朋友對體檢仍然有好多問題，所以我哋特設咗一個 WhatsApp 群組俾大家諮詢，同埋有優惠。咁大家可以掃右邊嗰個 QR code 啦，加入群組，咁可以喺裏邊諮詢，同埋可以攞到優惠。大家亦都可以去美廉健康嘅官網嗰度睇下有啲咩健康套餐啱大家。美廉健康嘅連結我已經擺咗喺個回應嘅置頂嗰度。大家可以撳入去選擇有啲咩套餐啱大家，如果係啱嘅就可以擺喺購物車嗰度。嗱，記住當你結算之前咧，我會有個優惠碼俾大家，咁記住咧擺個優惠碼落去咧就會有減免噶啦。優惠碼就係呢一個，你哋記住啊。好啦，今日呢條影片去到呢度，希望幫到大家。